台湾的民主运动甲人民的个性有真大的关系。对于诉求的代志，民众知影游行无一定有即时的效果，嘛是遵守游行法，申请路权，写标语，举布条行上街头，表达对执政者的意见。讲起来，这是民主社会的好现象。毋过，族群长期的华人教育之下，会当出现伫游行顶头的人，总是少数。反对的声音嘛，敢若像高贵火车。虽讲大环境是安尼，阮嘛是坚持爱安尼做。2019年即摆选4月初1，郑南榕的忌日游行。除去对韩国瑜呛声，阁有呼唤民众记条为言论自由烧死家己的民主胜利的意义。这项代志，像阮这样的人拢毋知。阮是中华民国体制下教育的戆台湾人，根本毋捌家己的身世，阁较袂了解为何郑南榕要自焚。言论自由甲生命咧交陪的意义是啥货？我是为2009年陆陆续续参与这款理性的民主运动游行，我才慢慢了解台湾的历史甲民主的过程。言论自由敢有包含白插甲碰风？足怀疑为何高雄人会选这位轻浮胡言乱说的市长？伫市长就任100天了后，原高不离中，搁再行上街头。游行的主张是反对韩国瑜一国两制的行为甲言论。带头单位的标语是写拒绝一国两制，对抗中国并吞。回想2009年5月17，迄天是我头一摆行街头。迄摆阮协会游行的诉求是反对马英九出卖台湾。迄年阮的旗仔阁有上电视甲报纸。10年后的4月初7，阮用共迄条布条啊，上面拢用大字写标语：守护台湾，建国的言论自由，解除实名对抗统战。佮另外用几块珍珠棒写母语是族群的灵魂，教囝讲母语来写罗马字。台湾人讲台湾话，去做台湾国，这个语言诉求。佮有统一，军公告4代生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等。大陆会甲第一社区大学打到台语开讲社幼稚做伙举咧游行。时间经过10冬啊，政党嘛轮替啊，毋过民主无进步，这社会也是无奈需要游行。台湾本土汉日侵拿教育袂当翻新，本土执政者嘛无积极做转型正义甲本土教育。人民伫家己的土地找无国家定位，想要做台湾人，嘛想要做中国人。其实台湾人善良温和，人人好。若无准确思考的教育，就会变做人牵毋行，鬼牵酷酷行。柏拉图讲的，无理性关心政治，注定互烂人统治。我心内底喊法。高雄啊，悲情的城市，何去何从？唯一的安慰是，即马带头游行的人，平均年龄少年的较侪，这显示社会公平正义甲主权意识有延续到少年人啊。台湾的主人啊，吹落去。讲实在，这块土地以后恁比阮用较久。台湾的安危，恁着爱较要义咧，
阮跟随伫游行大队里，用真有诶气力，大声喊话：守护子孙，对抗并吞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。这时阵我已经60岁啊。